1982年4月7日，行政院第一届文化奖颁奖典礼伫行政院大礼堂举行，由严家淦前总统颁奖。严前总统首先以行政院文化奖章颁赠陈大奇先生，由他的公子陈少鹏代为受奖。典礼现场观礼嘉宾总共有70多人，包括行政院前院长孙文璇、政府各部会首长、艺文甲教育界人士。1999年4月7日，亚洲头一个芭比娃娃博物馆伫台北市信义区开幕，现场会使看到已经有40年历史的芭比，展现出各种的造型。这个芭比是年代最早的，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。娃娃的五官可都是用手一笔一笔画出来的，现在的价值已经将近1000元美金。开幕现场，主办单位阁邀请真济女明星化身变成真人的芭比，好现场加正闹热。